房祖名作為成龍嘅獨仔，從出生嗰一日就企咗喺舞上夢寐以求嘅起點。爸爸係享譽國際嘅功夫巨星，家世顯赫，資源豐富。佢嘅成長之路好似被精心鋪設，平坦得令人艷羨。然而命運嘅饋贈並未令佢珍惜佢嘅選擇，佢令到呢一切逐漸崩塌。曾經佢憑借爸爸嘅光環順利進入咗娛樂圈，但一系列嘅負面事件令到明星跌入谷底，最終佢選擇咗低調隱退，喺公眾視野裏邊難覓蹤跡。盡管係咁樣，成龍嘅明星光環依然籠罩住佢，即使刻意避世，任何個風吹草動仍然能夠掀起波瀾。近日沉寂好耐嘅房祖名突然間社交媒體上邊發佈咗一段視頻，喺鏡頭裏邊一個女仔正喺度專注咁食緊羊肉串，個樣非常之天真可愛，但令到人感到似曾相識。仔細睇一下，佢嘅眉眼之間依稀帶有房祖名細個嗰時候嘅影子，甚至連成龍標誌性嘅鼻梁特徵，亦都喺佢面上邊重現。網友瞬間就鬧到沸沸揚揚，呢個小朋友係邊個㗎？房祖名靜雞雞做咗爸爸啊！雖然佢本人冇做任何嘅說明，但女仔嘅出現無疑點燃咗好奇心，亦都令到大家開始追溯佢過往嘅蛛絲馬跡。事實上，關於房祖名已為人父嘅傳聞早就已經有跡可尋。幾年前，佢曾經同一個女星頻繁傳出戀情，甚至有人言之鑿鑿話佢哋早就結咗婚，並且生咗一個仔。嗰陣佢曾經喺社交媒體上邊分享個 BB 嘅相，只係語焉不詳。如今女仔嘅年齡同埋傳聞嘅時間線吻合，容貌上邊嘅相似性更加令人浮想聯翩。網友化身偵探，畫出咗可能嘅女主角女歌手葉子琪。葉子琪1994年出生，比房祖名細11歲。出道之後，佢喺音樂領域上邊小有成就，但喺大陸市場未能夠激起太大嘅水花。後嚟佢轉戰日本 model 界，並且參演咗幾部國產嘅劇集。佢外貌甜美，八卦新聞不斷。曾經2014年同天王郭富城傳出咗緋聞。近年嚟，佢同房祖名嘅關係一直曖昧不清。兩個人雖然從來都冇公開承認過戀情，但佢哋時不時俾人影到一齊現身台灣。房祖名出事之後，仍然頻繁前往台灣同好朋友柯震東聚會。佢喺台灣有豪宅同埋豪車，選擇喺呢度聚會，顯然係為咗避開香港媒體嘅長槍短炮。據媒體報道，房祖名已經將葉子琪視為私有財產，甚至豪宅500萬喺上海為佢購置房產。如今女仔嘅出現，似乎成為咗房祖名隱婚生子嘅實錘。網友感嘆成龍嘅基因太強大啦，但僅憑長相揣測，畢竟唔夠確鑿。房祖名42歲啦，從來都冇公開提及到有仔女，葉子琪亦都未正面回應。不過早喺2023年，成龍出售比佛利山莊度假別墅嘅時候，曾經喺採訪裏邊提到要俾小朋友留活動嘅空間。當時呢句話並未引起注意，如今再翻返轉頭睇，似乎早有端倪。回顧房祖名嘅感情史，佢完美繼承咗成龍嘅風流。佢喺圈裏邊以中意蒲級同埋專愛大姐姐類型聞名，同唔少嘅女星 model 都傳出過緋聞。龍太子嘅第一次獵艷喺2001年嘅時候，嗰一年成龍喺美國拍攝尖峰時刻，房祖名仲未入圈闖蕩。房祖名去探班爸爸嘅時候，迷上咗章子怡。當時房祖名只有19歲，雖然之前已經交往過幾個鬼妹，但對房祖名嚟講，國際章同佢交往過嘅人係完全唔同嘅類型，氣質獨特。為咗多啲同女神親密接觸，房祖名打住探班嘅名號，日日跑去劇組，仲自告奮勇要做章子怡嘅向導，約佢一齊出去玩，請佢食飯。盡管年齡相差唔少，但雙方相處得好愉快，亦都有可能章子怡淨係睇喺成龍嘅面子上邊，先至陪呢個弟弟玩一玩。有意思嘅係，成龍、章子怡、房祖名仲因此傳出個三角戀嘅傳聞。不過後嚟電影拍攝完畢，章子怡返咗國內，房祖名想進一步同女神接觸嘅幻想就破滅咗啦。見到爸爸拍戲嘅時候，經常能夠同各大嘅美女合作，房祖名嘅心亦都躁動不安起身。龍太子之所以會想入圈闖蕩，好大一部分原因係為咗方便獵艷。2003年，房祖名跟李宗盛學咗2年音樂之後，順利出師出咗新嘅專輯，亦都遇到咗同樣中意唱歌嘅戴佩妮。
兩個人被影到深夜同坐一部車出行，房祖名仲疑似夜宿大小姐嘅香閨，因而傳出咗戀情。據傳聞，房祖名同戴佩妮拍咗幾年嘅拖，仲將女朋友帶咗返屋企見過媽媽。喺同戴佩妮戀愛期間，房祖名難改風流本色，到處拈花惹草，不忘左右開弓。拍攝千機變異嘅時候，龍太子被阿嬌嘅美貌所折服，經常借拍戲之便溝女，約阿嬌一齊外出，仲叫佢做自己嘅攝影 model。熱情嚟得快，亦都去得快。拍完電影之後，兩個人嘅呢段露水情緣就不了了之啦。2004年，房祖名被影到開出戰車，載觀音娜去睇周杰倫演唱會，兩個人有講有笑，舉止親密。事後又多次被影到外出約會，兩個人仲被爆出經常以 SMS 嚟傳情。面對媒體嘅詢問，雙方唔承認，亦都唔拒絕，十分之曖昧。就喺大家猜測呢兩個人咩時候公開嘅時候，龍太子轉頭又同謝婷婷傳出咗緋聞。謝婷婷係謝霆鋒個妹妹，身材火辣，外形靚麗，情史豐富過佢，曾經1年之內換過7個男朋友。有雜誌影到謝婷婷喺蒲吧嘅時候同房祖名相遇，主動投懷送抱，兩個人天雷勾地火。花名在外個房祖名仲同梁靜茹傳出個緋聞。當年有傳聞話梁靜茹同戴佩妮為咗爭房祖名不惜反目成仇。2005年，房祖名同薛凱琪因為電影早熟結緣，雙方因戲生情，墜入咗愛河。呢段戀情係房祖名為數不多肯鬆口承認，而且時間比較長嘅。兩個人愛得高調，唔單止甜蜜舉辦咗生日 party， 仲一齊同遊日本。拍拖4年之後，兩個人仲係以分手告終，因為薛凱琪忍受唔到房祖名嘅花心。喺同薛凱琪拍拖嘅期間，房祖名偷食咗2次。第一次喺拍攝 PK.com.cn 嘅時候，同劇組嘅女2號李成傑打得火熱，最後情難自禁，共度春宵。第二次係房祖名約蕭亞軒睇演唱會嘅時候遇到熟人，打完招呼之後，兩個人先後離開。房祖名同蕭亞軒打得火熱嘅時候，經常派專車接送蕭亞軒，方便幽會，俾媒體稱為偷星專車。先後被爆出2次偷食，再加上中意混跡夜店，正牌女友薛凱琪忍無可忍，同房祖名徹底玩完。流水嘅女友，鐵打嘅龍太子。同薛凱琪分手之後，佢亦都冇喺蕭亞軒身上過多停留，隨即火速戀上咗 model 雪芙。雪芙同埋房祖名喺拍攝 MV 嘅時候識嘅，兩個人喺 MV 裏邊甜蜜擁吻，擦出愛火。事後雙方仲喺社交平台上邊發咗接吻嘅合照，相互示愛。就喺八卦群眾仲未嚟得切消化呢一波狗糧嘅時候，房祖名又搭上咗林鵬。林鵬係大兵小將嘅女主角，據講係因為佢同房祖名拍拖，所以成龍對林鵬尤為之關照。每次只要林鵬有演出，房祖名都會買好花去現場捧場。到咗2010年年底，房祖名身邊嘅女朋友換成咗車模李詠芝，兩個人仲被爆出親密嘅合照。之後，房祖名仲同有住小徐若瑄之稱嘅李玉芬傳出咗桃色緋聞。因為都中意蒲夜店，所以喺夜店相識之後，有咗短暫嘅情緣。有意思嘅係，李玉芬後嚟又同咗房祖名嘅好兄弟柯震東喺埋咗一齊。貴圈真係亂啊，到處都係熟人。自從體驗咗 model 嘅美妙之後，房祖名喺探索靚模嘅道路上邊越行越遠。之後仲同宅男女神林盈津熱戀，拖手漫步，大灑狗糧。不得不講，喺風流呢件事上邊，房祖名絲毫都唔輸蝕俾成龍，風流韻事一籮籮，可謂子承父業，頗有青出於藍之勢。人生得意須盡歡，唔在乎金錢名利，又有美女圍繞喺身邊嘅房祖名開始有咗獵奇嘅心理。2014年，一事無成嘅佢同埋好兄弟柯震東一齊 happy 行上咗吸毒之路，上演咗一出自毀前程嘅戲碼。因為呢件事，仲成功領取咗6個月嘅監倉飯盒。放返出嚟之後，成龍為咗幫房祖名東山再起，帶住佢一齊出現咗電影《鐵道飛虎》。可惜敗光咗路人緣同埋自毀前程嘅房祖名，哪怕有爸爸幫佢洗白，佢嘅事業亦都根本冇任何嘅起色，只能夠講爛泥扶唔上壁。如今房祖名隱婚生子嘅具體係真係假，仲有待考證。成龍呢一世事業搏到頂點，家庭卻一堆遺憾。房祖名呢幾年靠住成龍嘅錢過得滋潤，但人生軌跡早就偏咗。
吸毒事件令到佢冇辦法復出，42歲仲混夜場，事業肯定冇旨意啦。感情呢就成為咗亮點。如果個女仔真係佢個女，咁佢都總算有個新嘅身份，爸爸。講到尾，呢件事唔單止係八卦，更加係成龍呢一家人嘅縮影。房祖名能唔能夠靠小朋友翻篇，成龍能唔能夠補上父愛嘅缺口，全部要睇接落嚟點樣發展。房祖名嘅事俾咗我哋一個現實版嘅光環唔等於成功嘅故事。出身好，資源好，唔代表能夠站穩陣腳，關鍵仲係要睇個人嘅選擇。房祖名曾經揮霍機會，跌落谷底，如今係咪真為人父，反而成為咗佢新嘅人生轉折點。人生冇劇本，每一步都要自己負責，唔理豪門子弟定係普通人，最終睇嘅仲係自己嘅責任感同埋擔當。畢竟家世再好，能唔能夠走好自己嘅路，先至係最重要嘅事。